南朝景和東見可說，此死只踏入山陰公主府的那一日，滿城紅梅開得妖冶似血。工人都說劉楚玉是古往今來最淫蕩、最不知廉恥的公主。她同帝同年，獨戀宮闈，她將口索30面首，傾覆六朝禮法。她強迫江南第一美男姑傅侍寢10日，叫做莫為，目無倫上。自書筆墨千鈞，字字釘死她的罪名，淫之背逆，放蕩罪該萬死。可無人知曉淫下勾走的那一撇計術。20歲的劉楚玉只是抬手撫過頸間一道錢疤，那是7歲那年皇族宮變，他為護幼弟劉子業，被叛軍到風華，雙留下的印記。世人只知他享盡皇權寵愛，隨心所欲，顛倒風月，從冇人問半散張狂究竟是本性荒淫，還是亂世皇族禮。一個絕色女子拼盡全力，討要一份世間平等，火車一場，焚盡平生。蓮和楚玉，南朝山陰公主，千古罵名一身，從來只是不甘認命。南朝宋元嘉23年，公元446年，荊楚襄陽行宮同樂月，文穆皇后王顯元誕下長女，宋孝武帝劉津親賜名劉楚玉。彼時的劉宋，那個不過29年，武帝劉裕經過鐵馬打下半壁江南，文帝劉義隆元加之自負削江洞，可終失骨肉相殘的病根，早已深埋皇族血脈。元嘉30年，太子劉紹是副篡位，終失大亂。時任武陵王的劉俊起兵討伐，一路從江州殺入建康，屠戮皇兄，終失，登基為帝，改元后建，是為宋孝武帝。那一年，劉楚玉7歲，他親眼看着宮門外血流成河，同族皇叔皇兄身首異蹶，鑄着大界青石板浸透血水，皇族情誼一文不值。孝武帝劉進放於宮廷倫上，寵溺愛戚，車美舞蹈，改建建行宮室，雕梁畫棟，極盡江南奢華。史書直言孝武歸廷無禮，宮闈獨劣。可謝斑駁情暴戾的帝王，唯獨偏心的長女劉楚玉。劉楚玉天生絕色，史在快澤如雲，眸紅秋水，膚生過南凝脂，身段龍纖合鬥，一朝立於宮階。六宮粉黛皆失色，朝野公認劉宋皇族第一美人。野史宋宮敗記珍寶細節，楚玉自幼不喜歸國女宮，厭棄三從四德，年少常偷穿王子用服，其餘遠駿馬，彎弓射流，性子桀騜張揚，眉眼自帶傲氣，從不刻意溫順討好。同母弟弟劉子業，小智法師比他小2歲，性情暴戾多疑，自幼飽受深宮搓磨，唯有依附姐姐劉楚玉才能安心。這第二人一無同胞，同吃同住，同行同止，深宮寂寞之中，彼此是唯一的靠山。皇后王獻元端莊懦弱，困於次閨入，管束不了長女，也護不住幼子，只能眼睜睜看着一雙人女肆意生長，背痴世俗規矩。年少的劉楚並非生來放縱，野史記載14歲無春，他獨坐御苑牡丹台，對貼身侍女稱和低語，世間禮法可企不公。皇宮男子三妻4妾滿堂，夜夜新人相伴，女子一生從父從夫，一世只能依附一人，俯首宅院，終老白頭，此理為何？侍女惶恐糊口，勸公主謹言，恐傳至愛廷獲罪。劉楚玉忽落階前花幡，輕笑淡然，
我身為皇族的女，生來便與尋常女子不同。我想要的，從不是安分守己，連王位甚至長女甚勝蝶舞，特意為他輪選父婿，精挑細選士足翹楚，司空可演之子何輯，可卓出神功等級高門郎剛可，是門第清貴，風骨清雅，容貌僅次於當朝第一美男李布郎處淵，使人豪之小處公，家世容貌品性無一瑕疵，是建康城中無數貴女的良人首選。後武帝於大明6年夏子，冊封劉楚欲為山陰公主，賜湯沐邑2000戶，儀仗比肩郡王，風光大嫁，入主建康城東極盡奢華的山陰公主府。大婚當夜，紅燭高照，沉香萬屋。何輯執起劉楚玉的手，溫聲許諾一生一世傾心相待。劉楚玉看着眼前溫潤如玉的夫君，心底曾動過片刻安穩之心。彼時他16歲，容貌鼎盛，家世滔天，夫婿良人，世人皆嘆山陰公主命數無雙。可惜從來不屬於劉宋皇族，更不屬於心有一金的劉楚玉。婚後半年，他親眼看見何氏宗族長輩立妾三母，未記門堂轉頭回望自身，夜大公主府滿園春色，她唯有丈夫一人，守一夫終老，心底少年時的不平再度封場，而壓醉他最後一絲安分的連王皇后，喜冠雲獻完的病逝。大明8年夏，皇后久病光逝，後宮無人管束，後武帝徹底縱情聲色，荒廢朝政，徒年剩下後武帝劉進駕崩，太子劉子業登基，改元永光，後改景和。17歲步軍臨朝，劉楚玉的命運徹底墜入癲狂，也徹底掙脫世間所有禮法枷鎖。劉子業登基之時，年僅16歲，是中國歷史上最暴戾荒誕的少年帝王。他自幼被先帝苛責打壓，囚禁東宮，受盡宗室欺凌，心性扭曲殘暴。登基之後第一件事，便是清算舊日仇敵，屠戮宗室皇叔，侮辱先帝妃嬪，毀潑先帝宗廟畫像。朝堂文武百官人人自危，宗室子弟照不保值，唯獨對同母姐姐劉楚、劉子玉無條典縱容。正史南使在弟妹出入宮闈，必與山陰公主同寢同食，留宿宮內，無復尊卑倫常。野史建康爺文世化深宮秘事，孝武帝駕崩守喪期間，宮禁肅穆，諸王分居別殿，唯有劉楚玉不受宮規限制，可隨意出入帝王寢殿，不分晝夜自由入宮。後宮內侍宮人不敢阻攔，朝野自逐私下妃，以這帝失倫。可劉子業直接下旨禁言傳承，禁以論功，主帝王私情者腰斬於市。一時間建康文武閉口不言，士族敢怒不敢言。駙馬何輯成了全建康最難堪之人。他出身名門，飽讀詩書，恪守禮法，明知公主留宿皇宮，與帝王與禮，卻不敢有半句怨言。何家滿門華傳係皇權，劉子業只需一道聖旨，便可覆滅廬江何氏一族。何輯只能閉門隱忍，獨坐空府，日日等候公主歸來，眼底只剩落寞屈辱。永光元年辛丑，金鳳落櫃，皇宮華林園夜宴，月色鋪地，歌舞靡靡。
劉楚玉一身緋色，繡牡丹宮裙，且倚御座旁酒香艷醇，美眼容蘭。當着文武朝臣、宗室諸王的面，轉頭看向御座之上的帝皇弟弟，說出了流傳千古、撼動六朝禮法的一段話。原文一字未改取自宋書。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，虛託體先帝，陛下六宮萬數，而妾為駙馬一人，事不均貧，一何至此？意思直白刺骨。我與你皆是先帝骨肉，不過男女之別而已。你楚擁后，宮上萬美人，隨心所欲，縱情享樂。我身為公主，堂堂先帝的女，卻一輩子只能守駙馬一人，講也不公，荒唐之極。滿殿歌舞驟停，百官低頭屏息，冇人敢抬頭。從古至今，從未有女子今當庭直言索要男寵，今公然控訴男於情愛不公。老子挾文言，不露反笑，拍手稱是。這個暴虐天下、視人命如草芥的少年帝王，瞬間共情姐姐的不甘。他從小與姐姐相依為命，深知她絕色無骨，不甘困於深宅。當即當庭下旨，遴選建康城內世家子弟，寒門俊秀，擇膚色白皙、眉目俊美、身姿挺拔少年30人，送入山陰公主府。侍奉公主左有定名面首，面取容貌絕美，首取青絲烏黑。自此面首一詞再入華夏史書。至於劉楚玉，旨意在加封賞，改封山陰公主為會稽長公主，品級進階，直一等同郡王，加賜班劍20人，專屬雅樂儀仗。貴制凌駕半數親王之上，一道聖旨，徹底撕碎江南士族堅守百年的男女禮法。30名面首入府那日，公主府張燈結綵，絲竹不絕。30少年各有風姿，或溫潤斯文，或英朗傑傲，或婉羅清秀，分門別院安置。專人侍候起居飲食，今一昔一，待遇比堅世家公子。何輯立於府門廊下，親眼看着30俊美男子踏入自家府邸，走入內院，就入公主寢殿。有野史細節記載，當日入夜，劉楚玉令免，守於庭院撫琴起舞，開筵長飲，邀駙馬同席。何輯端坐席間，自始至終一言不發，舉杯飲酒，面色慘白，一夜鬢角添霜。之後有親信勸何輯和雌脫身，何輯長嘆作答：公主奉帝寵，我和雌則何家滅，不死不休，唯有忍忍。可早用30面首，極盡歡愉之後，劉楚玉很快深山倦退。這些少年俊美溫順，趨炎附勢，討好逢迎，難理全是依附於討好，無一風骨，無一傲氣。他們取悅公主，只為富貴榮華，從不禁直視劉楚玉，更不禁違逆半分。劉楚玉要的從不是順從玩偶，而是勢均力敵、風骨對等的心動。在建康城，唯有一人能入他眼底，刻入他執念深處。當朝麗寶郎楚淵，楚淵是整個六朝江南公認的第一美男。正史南史記其容貌，淵美目如畫，顯子如風。每入朝，百官側目，宮人偷窺，皆恐百姓為以觀之，車馬停滯。他出身頂級門閥河南處士，祖輩世代公卿，學識冠絕健康，性情清冷端方，恪守律，夠心性堅貞。論輩分，
處淵迎娶宋文帝之女南郡淺公主，事後武帝同輩駙馬，也就是劉楚玉血緣名分上的親姑父，輩分禮教，世俗非議，在劉楚玉眼中皆可棄之。他見過無數男子，溫順者、諂媚者、俊美者數不勝數，唯獨處淵情冷至此，溫潤疏刺，不攀附皇權，不討好皇族。面對後宮貴女終失王妃的側目是好，始終守禮至辭，分毫逾矩之事不做，這份獨一無二的風骨，讓劉楚玉執念深重，日夜相思。景和元年早春，劉楚玉再度入宮，直面劉子業，只求一道密旨：殿下，臣女要處淵入公主府，是我10日。劉子業稍有遲疑，他可以縱容姐姐醞釀面首，縱容這帝如來。可處淵名望太高，氏族根基極深，強迫當朝名臣侍寢公主，必定撼動朝堂根基，人來滿朝彈劾。劉楚玉淡然開口：陛下縱容天下，為何獨拘我一人心意？10日而已，10日之後，我方處淵全身衣櫃，永不相擾。終究是抵不過姐姐所求。劉子業下私密口諭，勒令處淵奉旨前往會稽長公主府待命10日，不得曠旨，不得外議此事。帝王壓下朝堂輿論，封鎖此事消息，僅限深宮公主府知情。處淵接旨之時，則不至手微微顫抖，眼底只剩悲涼。君命如山，不可違抗。他身為臣子，無路可退。夜使宋公拜祭，萬字細化公主囚處10日，為錄朝罪之名宮廷秘聞，全程貼合人某心性，無道讚崩胚人切情節。第一日春晝晴和，處淵踏入雕梁公主府，劉楚玉平退所有面首，來時獨留二人臨水亭中相見。他對去張揚艷麗宮裝一身素色於裙卸下釵環妝容，褪去所有公主傲氣，柔聲坦言心意：世人皆罵我放縱荒淫，好我所求不過真心合意。府中30面首，皆趨炎附勢之徒，唯有姑父風骨清靜，令我傾心許久。10日相伴，不必屈身奉迎，只需陪我飲茶論事，足矣。處淵端坐穩坐，目不斜視，拱手正式作答：公主皇族今知，兒訓辛苦，臣已有啟失，奉先帝恩親之命，訓配先帝公主，尊卑有別，輩分有禮，禮法有道，君臣有戒，公主斷不可妄行，朕斷不可失節。自始至終，神色不動，眼神清明，無半分貪戀美色之意。第2日至第5日，劉楚極盡溫柔討好，取江南最貴新茶，親手烹煮，拿出珍藏古卷，與之論魏晉詩文，換上清雅素衣，相伴遊園賞春。他放下所有公主身段，放下皇權威壓，試圖以真心打動處淵。他坦言自己半生困頓，有時看皇族廝殺，長大困於婚嫁禮法，父皇偏愛，卻是溺愛；弟弟縱容，亦是癲狂。世間無人懂他不甘，無人尊重他的心意。處淵靜靜聆聽，共情他身處亂世深宮的身不由己，卻始終堅守底線，言語溫和，分寸不移，從不曖昧回應。第6日，劉楚玉收起溫柔，動用皇權威壓，入夜沉香滿室，寢殿帷幔低垂。他直言許諾：你若依從於我稟明陛下，廢你原配公主婚約，賜你獨享恩寵，
拔高處士滿門爵位，權傾江南唾手可得。名利爵位，六朝士族不勝所求。處淵台謀，直是絕色公絕。一字一句，鏗鏘作答，是可殺不可辱，失節之事，生死不違。第七日，劉楚欲極盡魅惑，百般近身引誘，動用閨中手段，極盡風情。處淵直接拔劍抵於掌心，直言只要公主再行逼迫，即刻自刎於殿中，以死傳名節，讓帝王背負逼死名臣罵名，讓公主背負逼殺清流污名。唯醜江南百年，劍鋒電行決絕謀議。這一刻，劉楚欲徹底挫敗。殿佢他擁有皇權抽腰，擁有絕色容貌，擁有富貴滔天，能逼迫天下人順從，卻留不住一個心有底線、守禮自持的處淵。他第一次明白，不是世間所有人都會屈服權力美色。第八九日，二人不負情愛糾纏，處淵主動搬入駙馬河緝院落同住，兩郡只朝夕相對，談心論世，共情彼此屈辱，身不由己。河緝理解處淵守節之難，處淵共情河緝駙馬之欲，執天困局。兩個守禮君子，惺惺相惜，結為終身知己。這也是正史明確記載，淵經10日，與輯交好，終生友善。啲10日時限已滿，劉楚欲立於府門，目送處淵之去，不再阻攔，不再挽留，風拂動他長髮，絕色眉眼，佢一次露出落寞頹色。他低聲自語：世間男子多趨炎附勢，唯你一人乾淨不屈，可惜生在皇權亂世，你和解身不由己。處淵腳步未停，再不回頭踏入公主府半步。這場轟動內廷的10日囚戀，以公主動情，臣子守節，兩相無果落幕。此事被劉子業全力封鎖，外廷士族數年之後才得知全貌。自此朝野對劉楚玉的非議講嘅阿兜天。執連處淵落控之後，劉楚玉心性日漸涼薄，他不再執着情愛真心，徹底沉溺享樂，放任面首橫行府邸，插手朝堂小事，依託帝王弟弟，拿捏宗室權貴。可他始終有底線，他只重情聲色，從不主動屠戮宗室，從不構陷文武大臣，從不貪戀朝統皇權。和嗜殺成性的劉子業，野心滔天的諸王，本質截然不同。野史記載，曾有面首仗公主恩寵，欺凌市井百姓，強奪民女。劉楚欲查實之後，當即逐出府中，永不復容他放縱私欲，卻不濫害無辜百姓。彼時建項王醒早已暗流洶湧，殺機誓服。少年帝王劉子業暴虐徹底失控，他忌憚諸位皇叔手握兵權，將相東王劉裕、建安王友仁、山陽王劉佑全部囚禁宮內竹籠之中，節獄虐待，餵食豬食，呼相東王劉裕為諸王，肆意打罵羞辱，做次想要斬殺三大親王。相東王劉裕，也就是日後的宋明帝，隱隱偽善，城府極深，表面堪若貪生，任由帝王節獄，暗中聯絡宮內內侍受直之，外廷士續院殿夫，禁軍統領，密謀弒帝奪權，布下天羅地網，只待時機。皇族之內，人人皆想劉子業死，而依附帝王已生的劉楚玉同武帝豫章王劉子尚，酌定要陪劉子業一同墜入深淵。景和元年11月，冬日臨寒，
華林院枯葉遍地，陰氣森森。宮內武士假意通神。上奏帝王華林院竹林堂夜夜鬼影作祟，殺氣沖天，沖造帝星。唯有帝王親臨射箭驅鬼，方可保留松江山安穩。這本就是劉彧一夥謀劃的視帝圈套。劉子業素來迷信鬼神，新帝惶恐，當即下旨，今夜携姐姐劉楚玉諸王侍從一同前往竹林堂射鬼清殺。出發前夜，可緝深夜入殿，苦苦勸阻劉楚玉不可負竹林之言，可緝看透朝堂殺機，直白告知諸王隱忍已久，今夜必起視帝兵變，公主貼身本帝，必死無疑。懇請公主閉門清病避過死局。劉楚玉沉默良久，搖頭回絕：我與法師一母同胞，他有時護我，鄧基重我，半生相依。他重視暴君，也是我唯一親弟。我若被我獨活，棄他於死地，此生於心不安，禍福生死我認。這是方淫公主身上最赤誠的骨肉情誼，也是他最致命的抉擇。當夜亥時，月色暗沉，竹林風聲呼嘯，鬼影動動。劉子業手持弓箭，踏入竹林堂，來時宮人四散迴避，四周悄無聲息。下一瞬，陰軍手直之持利刃衝出，持刀直奔帝王脖頸，埋伏兵士盡數殺出，為堵所有隨行人員。劉子業慌亂放箭，箭落空處，無力逃存。17歲少年帝王，半生暴戾，一朝末路，慘叫之間，利刃穿喉，血洗青竹之下，當場斃命。史書定格景和元年11月30日夜，前廢帝劉子業君年17。劉楚玉立於竹林後方，親眼目睹親弟身死，鮮血浸染綠竹。他沒有尖叫，沒有逃竄，只是靜靜矗立，眼底所有驕縱傲氣不甘放縱盡數熄滅。他清楚知道自己的靠山塌了，屬於山陰公主的火車人間到此終結。建安王劉休人當場擁立上東王劉彧登臨帝位，亂世皇權一夜更迭。劉彧登基，改元太遲，坐穩帝位，第一件事便是清算舊黨，斬取前朝禍根。他深知天下士族民心，趕緊廢帝保約，山陰公主放縱誅殺二人，便可收攏朝野名望，坐穩皇權。加之劉彧素來記恨昔日這帝節獄之仇，殺心已定，無可回轉。太始元年12月30日，新年將至，建康門城籌備年節，煙火待燃。皇太后以旨送帝會溪長公主府，白紙吃字，昭告天下，正史原文詔書流傳。豫章王劉子上空淚背逆，天理難容會。溪長公主劉楚玉任之無道，獨亂宮闈，全無人倫，罪無可赦，賜字盡於詩集。一紙賜死詔，終結公主20年一爭。傳旨內是抵帝之事，劉楚玉未曾慌亂，未曾哭喊求饒，更未曾攀且求情。彼時他褪去滿身華服，卸下所有珠翠，獨坐空席廳堂，30面首早已四散逃竄。奴僕侍女紛紛逃至府邸，夜大公主府樹倒猢猻散，只剩了求人留守。駙馬何輯推門而入，
一身素衣，眼底通紅，想要入宮面聖，以自身性命換公主換命。劉楚欲抬手攔住他，輕聲開口，野史流傳公主臨終獨白，貼合半生心境。夫君不必徒勞，我這一生生於皇族亂世，長於深宮霧霾。小時見骨肉傷殘，長大困禮法牢籠。我知世人罵我荒淫，罵我無倫，罵我不守雷德。可天下男子縱情便是風流，女子隨心便是罪孽。世鬥本就不公，我索要免首，不過求一份對等歡愉；我傾心處冤，不過求一份風骨知己；我偏袒幼弟，不過守一份骨肉溫情。我從未屠害百姓，從未構陷忠臣，從未謀奪江山社稷。比起諸王弑親，帝王弑殺，和好罪之極。罪只罪我身為女子，罪只罪我生在劉家，罪只罪我不甘認命。於前看向傳旨內侍，從容接過鳩酒，玉手端起酒盞，沒有半分遲疑。臨飲之前，回眸可緝，規獻半生，輕聲道別。嫁你數年，讓你受盡屈辱，此生負你，來世不生皇族不做公主，做尋常民女，安穩伴你終老。鳩酒入喉，烈毒蝕骨，絕色容顏漸漸慘白，半生張揚盡數消散。20歲年華轟然落幕，同一同母弟，母子上次死，年僅16歲，一母同胞姐弟，盡數歸於黃土。野史末段秘聞一遭，劉楚欲身死當夜，見看天降冷月，衝刷公主府朱門，處淵獨坐府中。默然靜咗一夜，未曾言語。次日獨自出知，悄悄遣人收斂公主靈散遺物，殿具吊送入城，教皇族薄葬陵園。無陪葬珍寶，無公主悲鳴，不留性命，不記生平。那個處死不從，抗拒公主心意的君子，終究在他死後默默送了他最後一程。而駙馬河緝，自此閉門3年，不近聲色，終身不再慕他人。3年後，迫於皇權氏族壓力再婚，終生平淡寡情，於南齊年間安穩賜世。賜世之時，懷中兒，個流傳一枚劉楚玉年少佩戴的牡丹玉簪。劉楚玉死後，歷代史官落筆極盡貶斥，連還有宋書評楚玉放蕩武鬥，縱欲獨論，司馬光之治通鑑評。山陰公主又任之，開亂世女，指雙峰之詞。清代史學家王明勝直言：古來遺閒，無出劉楚，欲知有永偉女子階。千年以來，世人只記得他索要30面首，記得他強迫姑父侍寢，記得他借遞與禮，換他千古第一方任公主之名，釘在禮法恥辱柱上，代代睇罵。可極少有人回望他身處的時代。劉宋一朝，宗室弒君成風，父子相殘，兄弟互殺乃是常態。帝王方任遠生公主，皇叔氏嫉奪權司空見慣。皇族男子屠戮骨肉便可稱帝，女子隨心尋歡便罪該賜死。近代學者柏楊評點山陰公主，一語破局。劉楚玉是華夏千年最早覺醒男女不平之人。他並非天性好色，他只是直白卓村封建禮法最大的謊言。男子多情為天經地義，女子動心為傷風敗俗。他生於亂世皇族，擁有打破規則的權力，卻沒有改寫規則的能力。他看透不公，肆意反抗，方式張狂出格，代價便是20歲生死，背負千古罵名。世人皆罵他浮車荒淫，唯獨不懂他半生清醒。
那年健康牡丹開遍，20歲絕色公主，曾敢直面天地禮法，問一句世間公平。僅此一年便已是封建深宮萬遭屈。